看他准备好了，好。这一位基本上现在很少人会认识他，但是这一次 Danny 请他来有一个很大的用意，他是我们 Opera 算是非常早期的角色，只有他懂得什么叫做 Rocking。让我们欢迎传说中的传说 ，Mesa Baseball 3 Opera。 拜托，到了这个年纪。